历经2冬外，台南市消防局第5救灾救护大队大湾分队迎来全新的办公厅舍，在台南市长王伟体以及多位议员的见证之下，正式征才启用。2、1，请剪彩！新建厅舍位伫咧台南市永代华伦溜冰场边啊，占地超过1000平，该建筑有4层楼高。搭配着外墙的119消防标志，予消防同仁更舒适的办公环境，提升勤务运作效能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，出入动线很方便，而且对于将来他们执行任务或者说备勤的时候，都能够有最好的休息以及备勤。那所以我想说，在这边对于消防效率的提升，以及这个对于消防救护救灾，因为他们时间就是分秒必争的，所以说能够让他们出勤方便。这是最重要的。在启用典礼当中，市长王伟体感谢市议会以及各界对新建厅舍的支持，民间企业也捐赠办公设备，由消防局代表颁发感谢状表达感谢，希望予永康地区的民众上紧上好的服务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